喂，大家早晨啊！咁啊，今日係想同大家講後疫情時代同埋諾如病毒嘅。後疫情時代之前咧，想講少少一啲關於日元同埋美元嘅嘢，同埋港元嘅嘢啦。嗱，咁近期就唔少日本人咧，其實係將呢個日元咧兌成港元嘅嚇，咁就叫外幣避險啦嚇，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都講過一次呢個題目㗎啦，就係話。其實日本人而家都要面對通脹問題嘅嚇，咁因為日元低企啦，變咗好多輸入嘅原材料啊，或者一啲嘅物品嚟講咧，都係即係喺嗰個通脹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日元就越嚟越唔見使啦，咁所以嚟講佢就買入呢個港元作為避險嘅。咁點解唔買入美元咧？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嘅日本人咧都未必一定會認知到咧，就係港元同美元係掛鈎嘅，咁變咗對於日本人嚟講咧，即係香港係一個比較親切嘅地方啦，所以買入港元其實都基於佢哋嘅認知啦嚇。咁所以嚟講，即係而家日本人幫手捍衞港元啦，咁啊當然港元係衝唔斷嘅一個貨幣嚟嘅嚇。咁如果大家有認知都大概都會知嘅，即係之前早幾年前咧。有個西方人咧，就係即係追擊港元一啲，結果自己交咗一身債，仲要破埋產添嘅嚇，所以港元係不能被追擊嘅一種貨幣嚟嘅。咁亦都咁講啦，即係好多人都唔係好認知到，其實港元並唔能夠反映即係香港嘅經濟活力嘅嚇。咁就因為佢掛咗落美元度嚇，咁啊美元升佢就升，美元跌佢就跌，咁所以佢冇乜一個反映經濟能力嘅一種貨幣嚟嘅嚇。咁啊今日。即係日元對港元講到呢度先嚇，咁啊講翻後疫情時代啦，咁又同埋諾如病毒啦。嗱後疫情時代嚟講咧，多數咧都係講抗疫疲勞嘅，因為大家都戴口罩戴咗幾年啊，然之後又洗手啊，又即係上車又戴口罩，喺屋企先可以有啲自由啊，咁所以其實嚟講咧。啱即係2023年咧，即係嗰個口罩令咧係冇咗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對呢個抗疫疲勞咧就顯現得喺邊度咧？就係即係喺嗰個抗疫疲勞度，咁即係話開始唔想戴口罩啊，開始唔想洗手啊，開始唔想再着即係上車上車都仲會戴口罩嘅早期嚇，咁呢個就係早期後抗疫時代就係抗疫疲勞啊，咁所以嚟講咧，開頭嘅時間咧都會係即係以呢個上呼吸道嘅感染為比較多嘅，因為其實戴口罩期間咧，其實好多醫療界嘅從業員咧，咁就都會知嘅，即係。其實傷風感冒都少咗人嘅，因為大家都洗手啊、戴口罩啊咁樣，所以反為嚟講喺嗰個疫情期間咧，有啲嘅醫療專業嚟講，除咗一啲嘅內外科問題之外咧，咁如果以傳染病為主嘅朋友嚟講咧，佢哋個睇症嘅人係少嘅嚇，咁因為冇少人病，咁所以2023、2024年咧，多數咧喺呢個後疫情時代咧，都會係以呢個上呼吸道感染為主嘅嚇，因為嗰2-3年期間大家都少咗感冒咧，咁變咗嚟講，我哋身體咧一啲叫做一啲抗體咧就差唔多用得七七八八，甚至乎冇晒嘅。咁雖然話感冒所產生嘅抗體佢好嗰個duration 嗰個時間好短啦，咁但係如果一年病咗3-4次嘅話咧，或者係比較頻繁嘅話咧，都或多或少都係有啲抵抗力，同埋病都冇咁辛苦嘅。咁2023年、2024年2年嚟講咧，嗰啲上呼吸道嗰啲感冒嗰啲咧，啲病徵好多都好嚴重啦。但係一咳起上嚟咧，咳1-2個月都唔出奇嘅嚇。咁就係因為本身大家嗰個免疫系統咧都有少少鈍化咗啊，咁所以都會比較差啲。嗱，咁去到2024年打後至2025年咧，就開始有啲唔同類型嘅感染出現啦。咁例如之前被疑似即係話呢個產自河嘅大腸桿菌嘅污染啦，係疑似啦，因為暫時都未有咩新嘅公佈。咁另外就係諾如病毒呢一輪比較活躍啲啦嚇。咁因為點解想講呢樣嘢咧？因為尋晚我仔咧就
因為呢段時間考試時間，咁佢會嚟我診所度咧，就係溫書啦、做功課啦咁樣啦，咁佢會跟住我去食飯啦，有陣時會買啲下午茶之類嗰啲嘢啦，咁就佢係食佢可能年紀細咧，個胃比較細，所以佢有陣時4點零鐘都會食個下午茶或者食啲嘢咁樣嘅。咁唔好意思啊，斷咗線，咁啊而家翻嚟啦。咁咧就咁啊，尋日咧就佢咧就食咗個石鍋烏冬啦。咁我食石鍋烏冬，大家知個石鍋燒到好熱嘅嚇，即係你打隻生蛋落去咧，隔一陣就變咗熟蛋㗎啦。咁所以個溫度嚟講係唔成疑問嘅。咁我唔係對嗰個烏冬有咩懷疑，反為係尋日我睇食完嗰個晏晝咧，去咗一間茶餐廳買咗個朱古力包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就話唔舒服，同埋即係想嘔。咁啊想嘔之中咧，就一路都嘔唔出啦。咁就瞓咗覺之後咧，突然間咧就噴射式嘔吐啊！咁啊噴射式嘔吐，嘔到成床都係啦。咁結果尋晚我都冇覺好瞓嘅，即係因為第一我唔敢瞓，因為如果嘔得太犀利咧，驚嗰啲嘔吐物咧係入咗落肺部咧，都會引起即係一啲危險啦。咁變咗佢一嘔咧，我就即刻扶起佢咧，就由得佢嘔落張床度，嘔落被度噶啦咁樣。咁結果嘔咗2次咧，就換咗2次床單啦，啲被冇晒啦咁樣啦。咁到今朝就仲就發咗少少燒咁樣啦，所以原本今日考試都考唔到啦。咁咧就想講嘅咩咧，就係我自己喺旺角咧，就13歲就已經旺角生活啦，就計到而家即係37年時間㗎啦。咁就我差唔多係除咗大學嗰幾年咧，少咗喺旺角出沒之外咧，其實我人生大部分時間喺旺角生活嘅嚇。咁就讀書嘅時間，以至到執業嘅時間都喺旺角生活。所以咧有陣時有啲朋友咧就會問我啦，喂，阿大兵啊，喂，即係如果你喺旺角食嘢，你會食啲乜嘢嘢啊咁樣？咁我都唔怕老實講啦，其實我自己喺旺角食嘢咧，唔會食花款嘅嚇，因為旺角嗰個啲鋪頭啊，又開又閂咧，太頻繁啦，你冇可能樣樣嘢走去試新嘢咯。咁就所以嚟講咧，我哋啲男人咧，尤其是男人添，即係即係梗有一嚿飯堂嘅，即係所以嚟講咧，我哋咧即係男人咧就食午餐咧。就食飯堂嘅，就有幾間鋪頭咧，肯定食咗咧就唔會咩咧，係唔會肚痛先啊！因為咧，如果我哋喺旺角橫街窄巷生活咗咁多年咧，其實老實講啦，即係嗰啲鋪頭嘅後欄係點樣咧？其實我哋大概都有認知嘅啊！你見識過佢哋嘅廚房同埋後欄之後，你仲走去食咧，就自己申請啦。咁所以嚟講，譬如話尋日食嗰個石鍋烏冬嗰個地方咧，其實都食咗超過10年嘅，咁即係。同埋佢食石鍋嚟講係好穩陣嘅，因為佢石鍋真係燒得好熱嘅，即係變咗嚟講都殺菌方面我諗都幾全面嘅，都算係咁樣咯。反為個朱古力包咧，尋日我仔話半夜嘔完之後，我問佢你今日食個朱古力包有咩唔妥？咁我仔又話覺得嗰啲個材料唔係捽得好勻循，同埋覺得有啲怪，有啲味咁樣嚇。咁希望佢今日就會好啲啦。嗱，咁講翻諾如病毒啦。諾如病毒你好似黃翠如啲 friend 咁樣嘅，即係咁嘅感覺。但係嚟講以前咧諾如病毒咧就唔係叫諾如病毒，佢係叫諾沃克病毒嘅。咁如果講諾沃克病毒，你大家開始有啲印象啦。咁諾沃克病毒嚟講咧就全名叫 Norovirus 啦嚇。咁而家就用翻另一個名叫 Norovirus 啊。咁就一個 short name 啦嚇。有一次 coronavirus 咁嘅串法，就將 virus 前面加一個 prefix 落去，咁就 norovirus。咁但係以前叫 Norwalk-virus 嘅，係2個字嚟嘅。咁諾克病毒啦，咁就諾克病毒都係一種幾常見嘅腸道病毒啦。咁通常嚟講，如果你睇所有文件啊、資料啊、硬資料嚟講咧，就好冇趣嘅，因為都係話俾你聽糞口傳播啦，係嘛？中咗嘅病毒之後咧，12至48小時之內病發啦，咁樣啦嚇。咁所以嚟講呢一輪咧，即係食一啲刺身啊、生蠔嗰啲咧係高危嘅，因為其實係有人係食咗生蠔之後咧中咗諾如病毒，係屙到七彩嘅，或者嘔到七彩都有啦嚇。咁所以呢一輪食海產係比較高危啲嘅嚇。咁點解又會令到落糞口傳染到咧？講真嘅，即係你諗下啲海產，如果啲畜牧業嗰啲人啊，或者一啲嘅
有啲人出海出得多啊，咁你諗下都有機會出現一啲叫做啲糞便流落河流啊、河川啊，跟住再入海啊，咁然之後造成海水污染都有機會嘅嚇。咁所以糞口傳播咧係一個技術性嘅名詞咧，但係其實事實上嚟講，嗰啲糞便能夠點樣影響到日常生活咧，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嚇。如果我講多幾講咧，大家都發覺，咦，原來大家喺個後疫情時代咧，都嗰個意識減低，即係嗰個抗疫意識減低咗之後，原來可以咁樣傳播嘅。嗱，咁講少少諾如病毒啦，咁佢就係一個冬天比較活躍嘅一種長度嘅病毒啦，咁所以12至48個鐘頭之內都通常會病發㗎啦。咁而需要嘅病毒量亦都比較低一啲嘅，即係佢唔使話好大量嘅啊。大腸桿菌一般嚟講，如果唔係 O157嘅話咧，如果唔係 O157嘅大腸桿菌咧，你係要好大量嗰個大腸桿菌你先會肚瀉嘅。咁但係嚟講 O157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諾如病毒呢一類嘅病毒咧嚟講咧，嗰病毒嘅份量唔需要太多咧，就已經可以導致到人係肚屙㗎啦咁樣。咁諾如病毒最麻煩就係咩咧？就係諾如病毒最麻煩就係咧，佢本身就係種完可以再種嘅。咁佢一個禮拜咧可以種你2鑊嘅嚇，因為佢本身呢隻病毒佢個週期嚟講咧，即係有啲 case 係一個禮拜種2鑊啦。咁所以同一般病毒感染有啲唔同嘅，因為一般嚟講咧，病毒感染完之後咧，你會有段時間你冇咁容易再種嘅，因為你有抗體啊嘛。但係諾如病毒就唔係嘅，可能佢呢個唔好意思，諾如病毒我唔係讀病毒學啊，所以我只能夠話到俾你聽咧，係會有人一個禮拜種2鑊嘅啊。咁所以唔好諗住就係話我哋呢鑊屙完之後咧，有一排就唔會再屙啦，其實就唔會嘅，你都係仍然種完可以再種啊，同6合彩一樣啊，你有運就得㗎啦咁樣啊。咁喂，早晨啊馬軒，早晨啊文文，阿星都早晨。咁咧就咁我哋有陣時講翻就咩咧？其實喺嗰個後疫情時代嚟講咧，點解會由上呼吸道感染慢慢轉移去到啲腸道嘅感染咧？其實講真，到最尾就係咧，大家出現咗抗疫疲勞咧，已經係脫離咗口罩嘅範疇啦，已經去到抗疫疲勞咧，係擴展到去到洗手呢個問題嘅。嗱，其實嚟講咧，有啲即係唔好意思啊，有啲女性咧就聽見一個心好唔舒服㗎，就係咩咧？男人就好清楚嘅，或者男人咧就唔承認嘅咩咧？如果你去公廁或者商場廁所咧，你試下企喺個洗手盤面前，你會發覺唔係個個男人都去完廁所洗手嘅，甚至乎咁好啲嗰啲係點樣咧？就係咁以咧開着個水喉咧濕一濕1秒半秒就行㗎啦，跟住隻手咧抹落個身度嘅嚇。咁其實對於大部分女性嚟講咧，呢啲係匪夷所思同埋駭人聽聞嘅嘢嚟嘅。但係對於男人嚟講咧，其實好多你去公廁或者去商場廁所嘅男廁咧，都會知道其實有好多男人咧，無論開大開細都好咧，屌去完廁所係唔撚洗手嘅。咁你諗下，如果嗰個男人佢真係去完開大之後又唔洗手咧，咁佢嘅手咧其實就有機會咧係接觸到嗰啲嘅糞便啊，然之後咧你諗下佢周圍摸啦啊，你唔使話咩，唔使話刻意，唔使話惡意行過摸你一下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如果佢佢去完廁所就抹落件衫度係嘛？你同佢逼車嘅時候逼一逼就掂到件衫，咁你已經有機會沾染到病毒㗎啦已經嚇。尤其是如果譬如話你逼巴士啊、逼地鐵啊嗰陣時咧，佢有陣時拎住條柱，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又呢樣嗰樣咧就周圍摸嘅一定係。咁變咗嚟講，嗰啲地方都會係即係糞口傳播嘅其中一啲途徑咯嚇。咁所以點解講到最尾一樣嘢就係點解男人咧會對嗰個衞生意識係低過女人咧？其實因為我哋男人嘅生理結構嚟講咧，係比較上係冇咁容易受病菌同病毒嘅影響嘅嚇。因為你諗下我哋個性器官嚟講咧，都係一啲有角，即係有係啊冇錯啊係啊。所以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哋呢一輪咧，其實坦白講嘅，即係呢一輪病毒比較盛行嘅話咧，其實尤其是咧好多廁所門都係推入拉出嘅，咁好多時咧最好就即係唔好再講環保嘅，揾張紙巾，即係拎住個手柄拉門咧，跟住揼一張紙巾就比較理想啲啦嚇。咁另外嚟講就點解講翻男人點解會比較上衞生意識低啲？因為男人嘅性器官咧，其實
即係都係由呢啲即係有 cuticle 有角質層嘅表皮包住咯，咁變咗男人咧比較上係難有即係難受病毒影響或者病菌影響嘅。但係女人唔同嘅，女人咧因為佢嗰個性器官咧係比較即係唔係比較係冇一個表層嘅角質層啊。咁變咗嚟講咧，佢係一啲即係黏膜嚟講咧，如果啲嘢污糟啲咧，其實真係會引起尿道炎同埋引起呢個即係一啲性器官嘅一啲嘅病菌感染啦咁樣啦嚇。咁因為點解即係點解女人會容易尿道炎啫？因為男人你起碼個陰莖都有翻咁長一長，即係有翻咁上一長度啦。你要整到去尿道炎其實好困難噶嘛。但係女人唔係啊嘛，個 opening 就已經係尿道咁。而家嚟講，如果女人即係嚟講就係容易即係有嗰個病菌感染咧，所以女人嗰個衞生意識咧係一定會比男人強烈嘅嚇。因為其實如果佢唔乾淨嘅話咧，佢係好麻煩嘅嚇。一陣間又要睇醫生啊，又會有味啊，又會有其他即係會有好多唔舒服嘅症狀嘅嚇。所以女人咧係一定會比男人衞生嘅嚇。咁如果再講個層次係咩咧？就係一啲即係對沖涼有研究嘅一啲，應該話有啲研究咧，研究男人同女人沖涼咧，女人咧係會每一個部分咧都好均勻地洗乾淨嘅嚇。男人唔係嘅，男人咧通常係比較集中咧洗乾淨性器官嘅啫，即係其他部分咧就係咁意洗下嘅嚇。咁所以嚟講咧，女人咧其實就有幾樣嘢需要留意啦，就係盡可能啦嚇都唔好用啲牌子唔係幾可靠嘅廁紙啦嚇，因為點解咧？廁紙含菌量都係啲好高嘅嘢嚟嘅嚇，最好買翻啲可靠啲嘅牌子咧，含菌量比較低一啲，或者係令到嗰個使用嘅時間裏面嚟講咧係冇咁容易出現問題啦嚇。另外就係女人咧，同埋咧就你會發覺咧，男人咧對內衣褲咧係個感覺就係一塊布嚟嘅啫，有同冇都冇所謂嘅嚇。但係女人咧就會將內衣褲咧當成自己皮膚嘅嚇，因為都係嗰個原因咧。因為如果啲內衣褲唔當成自己皮膚嘅話咧，咁變咗啲有菌嘅話咧，佢一污糟咧又好容易受到感染嘅嚇。咁所以喺咁多重情況之下咧，咁我今日嘅結語就係話咧，其實呢一段時間裏面嚟講咧，洗手咧其實係好重要啦嚇，因為諾如病毒係依家啲天氣都未太熱啊，咁變咗諾如病毒習慣喺冬天傳播嘅話咧，其實就呢段時間仲係比較清涼嘅話咧，大家去完廁所真係要洗手啦，男人女人都係咁講啦嚇，咁就係冇錯，女人係用可信嘅紙巾嘅，咁尤其是喺啲叫做公共嘅交通嘅環境裏面啦，其實最好就係如果你摸過啲扶手啊嗰啲各樣嘢之後咧，就係盡量都係唔好再捽鼻啊、捽眼啊或者向個口部接近啦嚇咁樣啦嚇。咁所以點解而家搭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除咗預防上呼吸道感染之外咧，坦白講嘅，即係當你戴口罩之後咧，你唔覺意個鼻痕痕地咧，你捽個口罩，你咪捽落個鼻度啊嘛，咁變咗係會少啲麻煩啦嚇咁樣啦嚇。咁就同埋細路仔要留意啦，即係我成日鬧我仔嘅，我仔成日都唔知點解咧，即係佢啲細路仔係咁啊，好中意控埋啲玻璃度啊，好中意控埋啲鏡度噶嚇。咁其實咧就嗰啲鏡咧，佢哋好過癮，佢哋一見到塊鏡咧就控埋去咧就荷啲氣落去啊，咁其實咁樣亦都係會增加到感染即係上呼吸道同埋呢啲諾如病毒嘅機會咯嚇。尤其是細路仔，佢個身高可能好似我仔去到而家心口低少少，咁佢控落塊玻璃度，即係人哋個囉柚控落塊玻璃度咁上下位置，咁所以其實都係危險咯嚇。咁今日大致上要分享咁多啦，咁就希望大家就注意飲食啦嚇。呢一輪出街食少啲嘢係比較穩陣啲嘅嚇，咁樣啦嚇，係咁先，拜拜。